后来全台湾有将近20万的中风的患者。 治疗复健之路是真辛苦。台湾有病院研发着一套手部复健的机器人，利用镜像复健法来刺激着脑部，为复健的患者带来希望。中风的患者落机器手，用脑部刺激，让人机手会当做同款的动作。拇指跟食指、中指，好做出对掌的这个姿势。 52岁简太太去年6月中风，让伊倒病身躯无法度振动，病院除了用传统的复健治疗，嘛用上新型的机器人，改斗3工做复健。像我现在，我的手可以举高，然后可以做任何右手可以做的事情。 根据病院统计数据，今年中风的人超15万到20万人，每一年平均各加增加3万的患者。 医师讲，治疗黄金期差不多在破病后的半年到1年来时间。它最主要就是使用感测器跟马达的技术，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。那目前我们知道，就是用这个双侧训练的话，特别可以增加大脑的可塑性。医师讲，真侪中风的人拢是脚好起来了后，手嘛是无法度好好振动，其中就是因为手有27个关节，活动较复杂。 复健才会无啊简单，这位病院头一摆研发出手部复健机器人，希望让中风的患者带来愈侪希望。